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 Angel 啦。咁我當初中三之後，其實過咗去英國讀 GCSE 嘅。咁讀完 GCSE 之後，就同身邊大部分嘅同學一樣啦，繼續讀 A Level。咁其實當時冇諗咁多嘅，純粹係覺得係最傳統嘅英國升學嘅路徑，咁就同大家一樣跟大隊。但係我後尾讀咗一年就放棄咗 A Level 啦，轉咗讀 Foundation。咁好多人都問我點解嘅，點解會放棄一年嘅 hard work 啊咁樣？但係其實我回望翻，我覺得佢係我人生做過最正確嘅選擇。咁當時其實我讀咗2個學期啦，開始覺得有啲吃力嘅，因為佢嘅選修都比較深比較窄，咁我就覺得比起 GCSE 算係一個比較大跳躍嘅難度啦。咁同埋重點係我其實當時唔係好知道自己大學想讀咩科，同埋去邊度咁樣。咁我就會開始懷疑自己有冇揀啱科咧咁樣。嗰陣時咁啱同一個 auntie 有傾緊偈，佢就同我講話其實有 foundation year 呢個 option。咁我就發現其實同樣例如我目標一個大學嘅 major 係要 A 升 AA 先入到嘅 requirement，其實 foundation 只需要可能65% 咁樣咯。所以我就覺得想轉呢個 pathway。我覺得最大嘅分別係靈活性同埋佢嘅學習模式。A level 就會好早去 commit 3至4科，同埋佢有啲似係一試定生死，就唔似 foundation year 咁樣可以用 coursework 啊、用 project、用 presentation 一路去 build up 呢個分咯。同埋 foundation 佢係為大學嘅課程而設啦，所以佢會教你好多 soft skills 啊、寫 essay 用到嘅嘢啊，咁我就覺得銜接上去會舒服好多咯。咁 A Level 當然有佢嘅優點嘅，如果你係特別對某幾科好有把握、好有熱情嘅話，其實你可以直接用 A Level 嘅成績去考嘅。咁你 A Level 成績靚嘅話，你可能入一啲 Top U 會比較有優勢，同埋咁 A Level 喺國際上嘅認受性都幾高嘅。咁至於 foundation 嘅話，其實佢嘅讀書年期係同 A level 一樣嘅，好多人以為係嘥咗一年，其實都唔係。你中學畢業讀4年嘅香港大學，同埋你中學畢業讀1年 foundation 加3年嘅英國大學，其實都係一樣。又或者你好似我咁樣係讀 GCSE 嘅，中5之後直接走，其實比同輩更加快咗1年時間，慳咗1年添。你問我嘅話，首先我覺得好似我咁樣啦，係驚 A level 壓力太大嘅學生，因為 foundation year 佢其實係一路用唔同嘅 coursework 啊、group project 啊、presentation 啊去計你嘅分，去循序漸進咁樣學，咁就唔似 A level 咁樣一試定生死，好緊張去迎接一個考試，所以我覺得會係適合我呢類嘅同學。但係亦都有啲同學好 frustrate，將來應該做咩好啊？大學應該揀咩好啊？其實都可以利用 foundation year 嘅時間去發掘自己嘅長處同埋愛好咯，因為我自己都係有好多嘢係慢慢先發現，原來我喺呢方面係比較係算強項嘅，又或者我呢方面原來係咁有愛好嘅咁樣，係咯。亦都有啲同學可能英文底冇咁好啦，咁你入到去大學 Year 1開始計分，咁冇理由會跑輸人哋噶嘛咁樣。咁如果個英文底好啲嘅話，咁首先學習都唔會係一個困難先啦，咁亦都可以更加好發揮自己攞得更高嘅分數咯喺大學嘅學分入面。最後我覺得都適合一啲想適應下先嘅同學，因為我始終覺得香港中學可能都係比較一個填鴨式嘅一個教育啦，咁同英國大學嗰種好在乎 critical thinking， 好在乎你自己批判性思維去分析、去理解、去輸出嘅一個模式係好唔同嘅，係啦，所以都係一個幾需要、幾必要嘅一個smooth 嘅一個 transit 咯，我會形容為。我覺得佢其實幫咗我好多添，因為我身邊一啲同學佢哋唔係好似我咁樣 foundation 上嚟，其實佢哋真係各種手忙腳亂咯，即係佢哋寫 essay 啊、做 presentation 啊會好唔習慣，而身邊有唔少嘅例子都係要做 supplementary year 咯。supplementary year 即係例如佢有某一門 major 有某一門科可能係唔達標嘅，冇合格嘅，又或者係有 plagiarism 嘅一個學術問題啊咁樣，佢就會需要再1年去收翻呢個 credit 咯。咁有啲同學就選擇重讀1年啦，有啲同學就選擇轉去一啲 ranking 低啲嘅大學啦，英國，亦都身邊有人係直接轉咗去澳洲度重新嚟過咁樣都有咯。所以比起走呢啲冤枉路，我覺得 foundation 佢教咗我好多需要嘅 soft skills 啦，例如啱啱講到嘅 plagiarism， 其實對於一個可能香港高中畢業過去嘅同學係完全冇概念嘅，即係可能你引用緊文獻嘅時候，你可能唔小心就踏入咗呢個學術不正啊，可能引用不當嘅一個指控咁樣 ，which is 其實英國嗰邊係好在乎呢個學術誠信嘅。其實呢啲 plagiarism 啊、critical thinking 啊、點樣寫論文啊，呢啲就真係我喺 foundation year 吸收到，係真係對我好受益嘅部分咯。
我覺得無論 A level 又好，IB 都好啦，咁大家可能要諗下點樣揀一條自己最適合嘅路，而唔係盲中中咁，好似我當初跟住大隊去揀一個學制咯。始終每個人適合嘅路徑都唔一樣。咁其實如果你係有興趣嘅話，EF 都有 A level 嘅課程同埋英國 Foundation Year 嘅課程，其實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。